歡迎嚟到德國慕尼黑嘅瑪利亞廣場。呢度嘅塔樓裝咗全世界其中一座最大嘅機械鐘，即係某啲人口中嘅 Glockenspiel。11層樓入邊有8層係機械鐘嘅零件，好似一大堆呢種公仔，一個大音樂盒，充滿齒輪嘅房，仲有7噸咁重嘅鐘，100年嚟不停響、不停跳、不停踢踢托托。睇下原理係點？一開始不如睇咗中心部分嗰個鐘先。佢同其他巨型機械鐘一樣，都係要靠鐘擺計時。鐘擺唔單止會踢踢托托，仲可以幫我哋準確計時。但係要計時整鐘嗰陣，就要解決幾個老問題先。首先係要每一個零件都好準確，識得每隔譬如1分鐘就喐一次。但係要點做至分針先會好準時，每隔60秒喐一下呢？地心吸力就幫到手啦。佢令鐘擺擺動嘅時間好準確，只要控制好長度，就可以用啱啱1秒擺向另一邊，就係咁簡單。鐘擺幾重唔係問題，只要重力唔變，擺幅就唔會變。要影響擺幅，長度先係關鍵。想計時計得準，每個鐘擺都要連住個咁嘅擒縱系統。個鐘擺一過咗中間位置，擒縱叉就會鬆開個齒輪，俾佢行前一格。呢下動作會好熟悉咁，剔一聲。之後擺去另一邊，冇錯，就有托一聲。之後第二個問題就出現啦，點解決停止鐘擺嘅摩擦力呢？每剔托一下之後，齒輪牙嘅斜面角度就會輕輕咁挫下成組擒縱叉，再帶動鐘擺。動作雖然好細，已經足夠抵消摩擦力，足夠俾個鐘擺一直喐。係啦，你好奇怪點解呢度都有個鐘嘅咧？呢個鐘係要俾工友隨時都睇到時間。如果每次睇鐘都要走落廣場，你諗下會點 ？OK， 而家個鐘計時計得準啦，但係點樣由咁變成咁呢？一連串嘅軸將機芯同鐘面連埋一齊，吊住嘅砝碼會下墜，整喐支巨型指針，同普通坐地擺鐘冇分別。砝碼向下跌，條纜就拉喐齒輪，跟住轉喐條軸，整喐支指針。嚟到呢度就會有第3個問題：擒縱系統又係點樣保持其他零件唔會失控呢？佢會數住秒數，一數夠60，就會托起一支負責棘住砝碼嘅桿，鬆開個砝碼0.幾秒，啱啱夠時間去轉啲齒輪，整喐支針。每分鐘都重複1次。如果個砝碼差唔多到底，就會俾個摩打捲翻上頂，咁就可以再跌過落去，等個鐘繼續行。仲有一個問題，鐘錶像整到個鐘咁大，其實都會麻煩到自己。風吹雨打會影響到指針，啲雨又會沿齒輪傳落機芯。雖然砝碼夠重唔會有事，但係就會整壞擒縱系統。所以佢哋就會加條叫做 Ramentra 嘅發條，去推動擺動鐘擺嘅擒縱系統。砝碼向下跌，就會幫發條上鏈，俾到能量擒縱系統之餘，又唔使俾狂風暴雨影響到。
巨型鐘樓就係靠佢哋先可以不停咁行。好啦，跟住就去睇下鐘琴嘅部分。喺9樓呢度有個大型版嘅嫲嫲音樂盒，佢哋可以將首歌嘅每個音用呢啲金屬針轉換做電信號，啲信號就控制台上邊嘅齒輪，拉喐一系列連住鐘錘嘅長繩，再敲響7噸重嘅鐘，演奏古典音樂。每支針傳出一個單音，每個齒輪敲響一個鐘，每個鐘奏翻自己個拍音。而喺8樓嗰啲1比1嘅公仔，就另外會有摩打同齒輪整喐佢哋。呢場係騎士決鬥，下一場係木桶工人跳舞，跟住仲有公雞壓軸出場。呢個好似一個多好多齒輪，隻嘴又大隻好多嘅布谷鳥鐘。無論有冇 show 睇，個鐘都要靠鐘擺計時。其實每個鐘都係咁，有冇布谷鳥都係咁話。